大家好，我係地產哥哥。新嚟嘅朋友記得訂閱、留言、俾 like， 支持一下頻道，等我可以每日為你送上最新最快嘅香港地產新聞。今日係2026年4月13日，星期一。香港樓市焦點再次落喺名人投資動向同新盤熱賣消息。講返今個禮拜最大新聞，電召貨車平台 Lalamove 創辦投資人之一鍾永良，上月以總價73536000一口氣掃入華懋集團喺佐敦德興街推出嘅新盤如意12個單位，總實用面積超過3600尺，平均成交尺價大約20300蚊。咁計法，佢幾乎係成個項目最大手買家。如意全盤160個價單單位，早前即日沽清，部分時段仲出現排隊入票情況，大手客比例相當高，反映現時市場對核心區新盤需求有幾強勁。尤其係近月減辣效應持續發酵，買家睇樓意欲增加，發展商都主打靈活付款辦法吸客，令成交氣氛進一步加熱。至於整體樓市數據方面，根據土地註冊處最新資料，2026年3月二手私人住宅成交達到4621宗，創出超過4年半新高。而第一季整體住宅買賣合約錄得18654宗，總成交金額接近1620億，比上季明顯上升。鐵路沿線同中價屋苑交投最活躍，好似沙田第一城、美孚新村、康怡花園等，放盤去貨速度都加快，證明用家同換樓客已經重拾入市信心。豪宅市場方面就出現輕微分化，超過1億嘅頂級豪宅成交喺2月宣布從價印花稅調整後略為放緩，但其實整體豪宅需求仍有支持。本地富豪加上部分內地買家繼續物色優質項目，深水灣、山頂同渣甸山一帶仍然錄得穩定睇樓量。發展商亦無放慢腳步，例如部分新盤仍然計劃短期內推售，市場都密切關注會唔會有大額成交嘅消息。講到發展商方面，香港大學房地產及建設系講座教授周廣榮亦分析，現時發展商投地取態主要取決4大因素：一係庫存去貨速度快唔快；二係美國息口走勢會唔會持續高企；三係政府賣地底價點樣定；四係建築成本能唔能夠再壓縮。新一個財政年度嘅賣地計劃供應量唔少，但考慮到油價回升、通脹壓力仍在，投地出價未必會太進取。除咗新盤熱售，同樣值得留意嘅仲有上車屋苑嘅成交例子。以全景花園為例，一個3房單位以600萬零港價即日成交，買家一見心水即拍板，足見二手市場亦有唔少用家急於入市。綜合整體市場走勢，香港樓市氣氛明顯維持上升，一手新盤依然大熱，二手中價單位成交回升，尤其內地買家出手頻繁，都係市場恢復信心嘅象徵。不過要留意，豪宅買賣仍受稅務制度改動同外圍息口變數影響，短期分化情況會持續。另一方面，中東局勢同油價波動都有可能透過通脹影響資金成本，投資者宜審慎觀望，密切留意未來幾個月新盤推售及大型成交動態。